美國甲伊朗聯名特別簽訂和平協議，所以美國四大指數昨嘛攏起，昨台股嘛是大起哦，今仔是無起啊，遐爾凶，收盤是起412點。另外，日本的央行宣布升利息，利率是對0.75%，要調懸到1%，利率嘛是31冬來上懸的。再來，美國甲台灣的央行嘛要開利率決策會議咯，這恐驚嘛影響到股市的表現。拜美國收紅，尤其是費城半導體指數是起超過5%，各界預期台股拜二會延續拜一的氣勢。雖望早盤台股開懸，不過受到寬達國台積電反烏的拖累，台股是起起落落，氣勢收斂。不過猶原是穩穩徛在咧45000點。這樣要宣布升息，然後明天又是台指期平倉，後天呢這個聯準會呢又要宣布他們的利率政策。那所以呢，在這麼多的這種消息面雜陳的情況之下，那投資人也比較不敢進場。專家分析，這禮拜台股因為消息面多，會持續震動。頭一個是16下晡，日本央行會公布利率決策；過來拜三台指期結算，拜四台灣時間有美國聯準會利率決策，拜五台灣和美國股市攏休困。那台灣兩大 ETF 嘛正式換股，迄天也有美國四五日，攏可能成做股市變化因素。今年台股多頭行情嘛，帶動國內高端消費，國內觀光飯店的頭人晶華酒店認為，無論是大房、餐飲或者是精品消費，攏相對有利。出口帶動的這個景氣是非常的旺，國內一般民間的消費其實是也有受到一些，就是說一些正面的影響帶動。那當然，但是。大體來說，民間消費是還是比較緩步成長，沒有這樣的雙位數的這種出口的成長。分析師認為，台股經過這禮拜多重消息面影響，震動盤整的可能性大，這對科技啊坐底有幫助。下禮拜有機會再挑戰觀點。記者綜合報道。